工程行業嘅本質就係要喺複雜嘅物理空間入面，令各種複雜工序互相配合。而工程本身又具備周期長、環節多、參與方繁多、容錯率極低等特性，一步出錯就可能影響整個項目。長期以來，行業主要依靠圖紙、模型、報表去傳遞信息，但一個核心問題始終存在：數據同現場之間始終未能有效銜接。後台嘅數據資產喺辦公室入面越積越多，但真正落到工地，工人仍然主要依靠圖紙同自身經驗去理解同執行相關指示，資訊轉換過程難免出現偏差。咁就係實景模擬嘅價值所在，佢令數據同物理世界同屏呈現，做到即時、可視化和互動，真正縮短行業長期存在嘅效率同認知差距。喺複雜嘅工程環境，溝通一直都係最大挑戰。傳統嘅圖紙或者三維模型，往往只有設計師同技術人員先睇得明，令設計、施工、管理各方嘅資訊唔對稱，溝通成本高及出錯率大。實景模擬將複雜嘅三維模型同工藝流程變成現場即睇即明嘅資訊，幫助非技術人員都可以快速掌握重點。返工好多時都係因為施工同設計唔一致，或者管線互相衝突。實景模擬將可視化技術可以喺施工前直接將模型放入現場，提前比對，提高施工精度，確保設計同施工一致。而喺地下管網、橋樑、軌道等複雜同高風險嘅施工環境，實景模擬仲可以即時顯示隱蔽工程嘅準確位置，例如地下管線，避免誤或誤打。管理或監理人員亦可以透過可視化空間比對去檢查施工質量。簡單嚟講，實景模擬就好似為工程行業裝上咗一個空間智能接口，令數據真正走入現場，將整個流程更直觀、更高效、更安全。所以實景模擬施工助手真正成功落地，唔再停留喺概念驗證階段。雖然仲未全面普及，但施工助手已經用點狀突破嘅方式，逐步滲透到工程所有流程。如果以工程項目嘅生命週期去睇，由設計、施工、驗收到運作維修，實景模擬技術憑住資訊可視化、即時互動性、空間融合性三大特性，喺唔同階段都展現出實際應用價值。喺設計階段，施工助手可以將邊模型以厘米級定位，1:1比例精準放置喺預計建造嘅位置，令設計團隊可以更直觀咁理解空間關係、構件排布同工藝細節，減少因理解偏差而造成嘅後期變更。而實景模擬施工助手就係將呢種實景模擬能力真正帶入工程現場，並且覆蓋成個施工流程，支援7大場景。一、設計階段，設計師可以喺現場用實景模擬預覽方案，檢查尺寸、動線、設備位置，提前發現問題。二、施工準備，模擬方案，規劃場地，預演進度。三、基礎施工，比對管線位置，檢查基坑同開挖成果。四、主體施工，確認牆體、門口、預留孔洞同鋼結構。五、機電安裝，核對管線走向同設備擺放。六、精裝工程，檢查樓層淨高同裝飾細節。七、竣工交付，可視化隱蔽工程，方便後期維護。最重要嘅係，即使施工人員唔係專業人士，只要打開實景模擬施工助手，都可以直觀理解模型同現場嘅對應關係，即刻知道點樣施工，大大提升現場嘅理解同溝通效率。除咗場景應用之外，仲提供4大核心功能，令施工管理更高效、更透明。一、項目管理，清晰分工，角色明確，方便協作。二、進度管理，即時記錄施工進度，對照時間表，確保按時完成。三、實景模擬資料檢視，掃描二維碼即時調出圖紙或文件，並以實景模擬方式喺現場查看。四、規格比對與回報，按圖紙逐項比對現場成果，快速檢查是否符合設計，並可即時標注問題，提交回報。有咗呢4大功能，施工人員可以即時發現偏差同修正，減少錯誤同返工，令工程推進更快、更準、更安心。除咗實景模擬施工助手，我哋仲有另一項產品360鏡現。360鏡現就補足咗實景模擬施工助手後端管理同遠程協作嘅部分，
令整個方案由前端施工指引延伸到後端數據管理，形成一套真正完整嘅工程實景模擬系統。360鏡現基於360度全景記錄拍攝，可以無死角採集施工現場數據，並自動化處理成工程數字資產。佢提供嘅能力包括：一、施工現場記錄及數據化，以全景方式記錄現場狀態，形成可視化資料；二、遠程協同管理，各方可以同步掌握現場情況；三、進度對比，分屏比對邊模型同實景，並可查看不同時間線；四、施工質量核驗，發現問題可直接標注喺畫面上，並掛接到相關構件或位置；五、數據資產留存，全景數據持續累積成工程資料庫，方便查證、審核、維保同監管。有咗360鏡現同實景模擬施工助手，施工者和後端管理無縫結合，令整個工程流程更透明、更高效。總括而言，實景模擬施工助手同360鏡現並唔只係兩個獨立工具，而係一套真正貫穿前線施工到後端管理嘅完整工程工具。佢哋將數據帶入現場，亦將現場帶返入管理層視野，令設計、施工、監理、運作維護之間嘅資訊流動變得前所未有咁順暢。現在工程界對於精準度、效率、安全性的高要求下，實景模擬技術唔再只係創新選項，而係工程團隊在未來用作溝通、執行決策嘅新媒介。透過厘米級定位、即時可視化同跨流程整合，實景模擬令每一位參與者，無論係設計師、工程師、工人定係管理人員，都可以更快、更準確完成工作，令工程行業邁向數字化、智能化嘅新方式，重新訂立一個一體化的智能空間。而多金科技隸屬多金鋼結構工程有限公司，從設計到鋼構生產同項目管理都一手包辦。我哋嘅實景模擬施工助手同360鏡現由上海意見科技研發，喺內地、香港、澳門已經做咗400幾個項目，亦有多項專利同軟件著作權，曾處理過6萬幾個模型。所以多金科技能因應每位客戶需要，提供最貼身嘅技術支援方案，並持續追求卓越。